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各位介紹朗口個朗字啊。嗱，我啱先個動作咪就係朗口咯。咁個朗字係點寫？你哋又知唔知呢？嗱，就係呢個朗，書面語讀當。佢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當滌器也，就係洗滌器皿咁解。另外，我查過漱口個漱字喺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當口也，所以呢個當就係朗口個朗嘅本字，口語變讀為朗。到咗現代，有個新造嘅朗字，係左邊一個口字旁，右邊一個浪花嘅浪。咁呢個字可唔可取呢？嗱，文字係發展噶嘛，而我哋漢字係表意文字，口中起龍為朗，咁樣係符合咗表意嘅功能噶喎。而右邊嗰個浪字呢，又符合表音嘅特點，一個能夠做到音意兼備嘅新造字，我認為呢係可取嘅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啊！